主后2022年9月15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基督的模样。圣经腓立前书第2章18节，来做伙看到25节。恁做仆人的，着恭敬顺坦恁的主人，毋若对善良温和的主人，连刻薄的嘛着安尼。拄着无应该受的痛苦，若了解是上帝意思，来忍受是通称赞的。恁若做毋对，互人拍来忍受痛苦，有啥物体面？毋过，恁若做好来忍受苦难，这是上帝所称赞的。为着即个，上帝呼召恁，因为基督嘛有为着恁受苦，留模样互恁，要互恁通綴伊的骹步。伊无犯罪，伊的喙嘛无开诈，伊受累骂，无骂倒转，受虐待嘛无甲人威胁，只有将家己交托互迄位公义的审判者。基督伫十字架顶亲身担当咱的罪，互咱用罪死，用义来活。对伊的受伤，恁得到医治。恁前亲像羊迷路，现在已经转来归伫恁灵魂的牧者甲监护者以上。基督的模样。腓立前书第2章21节到25节。腓立写着以赛亚书53章受苦的仆人形象，描述耶稣基督的受苦是无辜的受苦，伊只仰望迄位公义的审判者。因为耶稣基督为了拯救人受苦，迷路的羊通得回归牧者，相款信仰群体跟对基督的脚踪，伫世间也会受苦。因所行的路是基督行过的路，也就是拒绝以卜做卜，用喙齿陪喙齿的道路。彼得教导信徒爱用基督做模样，伊指出耶稣无辜受苦，却无歹话相向，反倒将家己交托互公正审判的上帝，佮提醒当当时的信仰群体，遭遇敌意和诽谤是免不了的，鼓励因伫受到无公义的苦难中，也着有合宜的行为。今仔日的经文讲到基督受苦，用安尼勉励艰困中的信徒，爱用受苦的基督做模样。总是安尼讲，并无等于基督徒爱家己讨皮疼，家己找苦受，反倒是鼓励因，就算遭受迫害，也毋通失志，只要跟对主耶稣的脚步。19节提到，拄着无应该受的痛苦，若了解是上帝的意思，来忍受是通称赞的。这并毋是讲忍受着搁较济的痛苦，就会得到搁较济的奖赏，反倒是讲忍受无济的苦难，就是跟对基督的脚步。耶稣伊受累骂，无骂倒转，受虐待嘛无甲人威胁，只有将家己交托互迄位公义的审判者。信仰群体的苦难，就亲像基督的苦难，上帝也同齐承担。相信上帝审判公正，上帝是信实的。今仔日的教会无拄会面对
亲像当时信仰群体所经历的苦难，毋过却面临新的挑战。某一寡教会用顾客做导向，用人数增加、奉献加添做目标。安尼的策略导向是建立一个品牌，毋是一个家。教会应该是互边缘化的人会当找到归属、得到接纳的家。教会是通互人找到团契，互人搁较认捌上帝的家。教会是一群用基督做模样的人聚集的所在。台湾基督长教会信仰告别安尼讲：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契，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，做和解的使者，是普世搁定根伫本地，认同所有的自民，通过疼甲受苦，成做愿望的记号。耶稣伫十字架顶成就的救赎恩典，指引咱信靠上帝，互咱得上帝赐福。当你落志的时，上帝会陪伴你；当你彷徨无助的时，伊会照光你的路径。伊赐予咱气力甲智慧，去面对咱毋捌想过、家己有能力处理的代志。伊引带咱面对生命中无通避免的挑战，互咱伫充满困难的生命旅程中勇敢向前行。愿上帝赐予咱够野的气力、勇气，面对困难甲黑暗，用基督做模样，跟对基督的脚步行。默想。我安怎跟对基督的脚步行？我安怎跟对基督的脚步行？咱来祈祷，上帝啊，求你赐我够野的勇气，互我会当面对困难甲黑暗，用基督做模样，跟对主的脚步行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